行车环境，请勿在车厢内饮食。使用电子设备时，请。美的大道，好細聲嘅。嗱 A 出口轉左。我哋今日睇呢骨科，未到2點，我哋等一陣。而家骨科醫生就叫屋企人做個骨密度檢查先，咁就180蚊到大概。呢個就係骨密度檢查室，好快就入咗去啦。咁啊，等結果就返醫生嗰度。個骨密度呢，10分鐘內就做完啦。咁啊，而家返骨科嗰邊。呢度啲環境都幾好㗎，有中庭啦，有凳坐啊。今日嚟就係試打呢個 PRP 啦。即日就打完啦，要1個禮拜打1次，咁啊試下咯。痛就試下啦，唔痛就行得好啲就唔使諗手術咯。都好多選擇嘅呢度。再 break 單就係120蚊，佢幫你注射嗰個費用，跟住係咯，頭先你講嗰個9720呢個就啱啦，打咗9字嘅。去返嗰個 counter 度俾錢，如果你有城鄉醫保又好，普通醫保又好，因為個 app 咧有時未必彈到嗰筆數出嚟嘅，咁啊呢度幫你準確啲睇到你有冇醫保啊成。我哋交完費就返去繼續呢個富血小板嘅療程啦。好，抽完啦？係啊，抽完啦，等15分鐘就話醫生同我注射。好快喎！佢抽血唔痛啊！等待中。呢個 treatment room， 我哋等 lift， 已經打完啦。咁啊，今晚唔好沖涼，唔好濕水就得啦。咁啊，而家上病房睇埋個環境，睇下如果換關節有啲咩準備，一齊做運動。我食 KFC。美的大道 A 出口直行，等接駁巴士。我哋見到左邊呢個樓盤係中海會德利，仲有個美的嶺賢公館。暫時見到呢兩個，好嗱，見到個巴士站呢，呢個就係和佑醫院個接駁車等候處啦。咁啊，不定時嘅企喺度等啊。
我哋早啲嚟食咗個飯先。呢個康陽食堂新開啊！有湯啦，自己畢嘅，有營養套餐，肉包2蚊，饅頭1個半，糯米雞。真嘅咩唔真啊？黐手嗰啲咩咧？遮保養。青苔咧？元記雲餃，第一次堂食啫喎，就係花生醬乾盤、芹菜餃，呢兩個都係一樣嘅，卷肉乾盤、韭菜豬肉㗎，要加4蚊有芹菜帶，呢個又係4蚊6個3，自己嗌就要6蚊㗎，有啲醃蘿蔔，多咗呢啲廣告牌喺度今次。另外呢，佢有個港澳人士嘅 counter 2號窗嘅，不過今朝上午去呢，就其實就都係排返大隊嘅啫。咁但係如果你淨係問醫保嘅嘢呢，就可以最右邊8號同埋9號窗個 counter。咁阿姐姐會幫你去查核啊，同埋幫你解答一啲關於醫保嘅問題。除非你要收費啊、掛號嗰啲，就去返大號嘅 counter。分工都好清楚嘅呢度，因為我遇過呢。好多有時有啲問題急住問呢，排好耐，因為佢要所有嘢都係排大隊嘛。呢度就分得好細嘅，你醫保有問題啊，未轉得切過嚟啊，定係要問啲住院關於醫保嘅問題，佢都好快解答到你。睇完醫生啦，又抽血啦，跟住去實驗室。今日打第3針，今日好有多啲人嚟一齊打喎，有幾個一齊等啊。打埋今次就 OK 啦，痛先再返嚟啦，萬一。呢度正門，要行返去對面。而家係3點40下午，等佢嚟咯。耶，到啦！嚟咗陳村鎮嘅預防接種中心嗰度打疫苗啊！咁點解嚟呢？因為佢有啲專屬嘅優惠嘅，佢某啲疫苗呢會有優惠嘅，你可以留意下。但係就要符合某個年齡同埋時間段啦，咁啊可以上微信小程序呢，搜尋粵苗，粵港澳嗰個粵，咁呢入邊呢就會話俾你聽
譬如呢個區入邊啦，有邊間診所係有呢啲惠民嘅優惠嘅，咁啊有時限性。咁咧呢度就係嗰個接種中心啦，好新，但佢樓下咧就好舊，冇 lift 嘅，下樓梯上2樓就有得打啦。咁啊，首先去登記啦，你有個籌嘅喺下邊地下撳咗個籌，跟住呢就上嚟，佢嗌你個籌過去登記處呢，你就出示證件，然後交費，交完費先打嘅。打完就大家都係要觀察30分鐘就可以離開㗎啦。個體驗幾好，唔痛嘅呢度打針，姑娘對慣 BB 手勢好溫柔。診所設計好柔和啲燈光，圓咕碌嘅天花板燈，有個假天花添。職員話啱裝修完，好舒服喺呢度，唔會驚。頭先就係喺3號房打，有2間房打針，登記就嗰邊就最耐嘅。收費就1個 counter， 打針有2間房。完咗30分鐘觀察就走得㗎。咁啊，佢原本未裝修就係咁嘅樣。3層，同陳村醫院個設計差唔多。陳村醫院有啲醫生都要過嚟當值嘅。呢度大堂。呢度就係嗰個廣東省預防接種門診，咁啊佢就係8點半到11點，禮拜日休息，諗住2點半到5點都打得。好，走得啦，之後再嚟，拜拜。1樓就係睇醫生嘅社區衛生服務。咁我哋喺度見到陳村醫院嗰啲醫生嘅喎，佢哋1個禮拜會嚟1日嘅。正門陳村社區衛生服務中心，2樓就係廣東省預防接種門診。車可以入門口。過去西餐，珍珠寶，飲返個茶先，去豪苑，幾靚，有波睇，入咗啦，咁高興嘅，睇波啊嘛 ，FIFA 杯，幾好氣氛，好夠氣。
啲巡爸爸，咪咪，你又出嚟巡街啊？爸爸。